蓄積饒多，地勢行變，此所以天府，天下之雄國也。我家义后前来探望蘇公子。在下蘇秦參見義後。蘇公子，快請起。可否进去說話？請。敢問義後，這是什麼意思？蘇公子是夢瑩的救命恩人，請受夢瑩一拜。義後不必如此，實在是折煞在下了。當日夢瑩被困韓國，求守垢面，虧得公子不遠千里傳書相救。您身為秦公主、燕王後，淪落至韓國被人所禁，蘇秦扶危救弱，義不容辭。郭襄子之害我母子，禍亂燕國。蘇公子人人君子，使夢瑩脫離大難，大恩大德，感激不盡，自當重謝。公主把蘇秦當成何人啊？蘇公子救我於水火，夢瑩無以為報。蘇秦和義後乃是道義之交，蘇秦只求惺惺相惜。現在看來，義後也不能免俗啊。蘇公子潔身自好，夢瑩知道，這點財物在公子眼中實在是一文不值。義後若真想謝蘇秦，只把蘇秦當做一個故友吧。至於這些財寶，在下不會接受。夢瑩愚鈍，既羞辱了公子，又羞辱了自己，還望公子見諒。哎，義後不必過分自責。在下失禮了。咦，這是什麼呀？要鳥。要鳥。我喜歡鳥。今兒要小黃鳥，交給娘親貝凱風。繼兒要是忘了的話，回婆婆幫繼兒背吧。哎，會不會啊，繼兒？海風自拿，吹比奇些。背得好。大王。繼兒。繼兒可知道這首詩是什麼意思嗎？知道。說說看。娘親辛苦。說得好。娘親呢？小鳥被人抓走了，他們的娘親找不到他們了，不能跟他們在一起了。小鳥的娘親會哭嗎？當然。小鳥怎麼辦？鬼谷，帶繼兒去玩。來，繼兒，婆婆帶你玩。大王剛才的樣子好高興。函谷關傳來戰報，司馬將軍率部出擊，聯軍不堪一擊，一戰而潰，戰敵3萬。聯軍堵在我家門口快1年了，期間我們戰死了1位公子，7位封臣，5萬將士。今日總算緩解了聯軍的進攻之勢，也讓寡人鬆了口氣。恭喜大王！那大王趁着函谷關大捷，大王能否讓小鳥和他的娘親從此團聚？你是在為夢瑩求情？是。既然趙國在函谷關吃了敗仗，折了他們的傲氣，那正是大王與他們周旋的好機會。你不知趙侯雍，列國君王中，齊王、魏王早已遲暮，楚王武斷，
韩王怯懦，燕王糊塗。能与寡人相比者，为赵侯雍，有极大的抱負和野心。如今，公子职已经落在他手中，将来必定会狠狠地咬燕国一口。若孟嬴再落于他手里，只会让他有更多的机会。大公主曾为秦国牺牲了她的全部，母国是她唯一的靠山。以後還會有無數的王族兒女去為秦國犧牲。大王應該有辦法讓他們覺得為母國犧牲無怨無悔。國家大政，顧不得兒女之情。有時候兒女之情也是國家大政。人事如棋，暫且讓掉一個子，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子。大王，就算這次讓些許利益給趙國，但並不等於將全盤都讓給了趙國。但若是兒女對母國心死，是救不回來的。你為孟嬴求情，是因為你跟他感情最好？不，臣妾只是說句真心話罷了。我曾有過求告無門的時候，知道那種苦。若是每個人都在別人落難的時候袖手旁觀，那就別指望他自己落難的時候會有人相助了。倘若你幫了別人，到你需要求助的時候，依舊無人幫你呢？我知道這種事情不可斤斤計較，我也並非只問耕耘不問收穫。但若是一分耕耘都沒有，那自然談不上收穫了。大王，寡人會派人出使趙國。多謝大王，多謝老婆。真是絕世良才，可惜啊，可惜。妹妹看到了什麼好文章，竟然如此感嘆？是蘇秦。蘇子的策論可謂辯才無礙，滿腹經綸。既然如此，還不趕快舉薦給大王？這只怕有些不妥。有何不妥？蘇秦的策論言辭犀利，論點精闢，但他的主張其實與張子相差無幾。